家庭照顾者长期以来要照顾因厝内面的人是真辛苦。嘉义市长期照顾中心配合病院加24间在地店家，正式启用米米仔笑商店，希望会当提供家庭照顾者休喘的空间和环境。世纪甲时代为民生欢起心，一个人照顾时代已经7年外。李小姐讲，家庭照顾者面对的问题真多，真需要一个会当互相交流、小可休喘的所在。那至少可以到外面透透气、呼吸新鲜的空气，然后或者是跟三五好友，甚至是这个同样是家庭照顾者的伙伴一起来研商说之后的照顾该怎么继续。嘉义市长期照顾中心为着要照顾亲像李小姐这款的家庭照顾者，配合嘉义基督教病院甲24间卖饮料甲点心的店家，共同提供优待服务，希望让家庭照顾者有休喘的所在。出示这个卡片到我们这些店家，就可以享有一些服务跟这个优惠。那另外，我们希望嘉义市也有更多的店家可以参加我们这个计划，然后给家庭照顾者更多的支持。嘉义基督教病院表示，根据因的服务资料统计，嘉义县市的家庭照顾者大部分拢是60岁以上的女性，因规年通天照顾病人，已经有82%以上出现困眠的问题。希望政府甲民间共同合作，避免家庭照顾者成做后一个需要照顾的人。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